最近我迷上咗航拍，為咗為生活帶點新鮮感，我入手咗隻 DJI Neo 2，希望由佢繼續記錄往後嘅旅程。5月係英國假期月，加上陽光加冕，我哋決定帶埋 Leo 仔同老拍檔 Mini 2去 Blackpool 飛返轉，睇下呢個新仔有冇本事取代 Mini 2，成為我出街即拎即飛嘅新玩具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嚟飛啦！柒仔的玩具。入手 Neo 2主要有2個原因，方便同安全。首先，佢有 AI 跟拍功能，唔使連控都可以即拎即飛，記錄日常快捷得多。第二，佢有360度自動避障，飛行時多重保障，新仔都冇咁容易炒機。至於 spec 嘅嘢就留翻俾啲專家講啦。我哋今集就主要睇下 Leo 仔可以點樣幫我做 vlog， 以及佢嘅畫質係咪真係可以夠我日常應用啦。Neo 2第一個賣點就係手式掌控，起飛後玩家好似變咗 Iron Man 咁，就咁用手掌都可以控制上下左右移動，飛遠飛近亦都可以操控。第二就係自動追蹤功能，唔使連控都可以直接起飛，而且有360度避障保護。喺我行緊樓梯嗰陣時，就算我個人低過佢嘅鏡頭水平，佢都會自己識拉高，唔會鏟地，夠晒醒目。喺我後面都跟得幾貼同幾穩下，你睇下。再實測埋佢喺側邊跟住我跑，佢都一樣跟得我好貼。呢種無控跟拍嘅 drone 真係好適合戶外活動，例如跑步、踩單車等等啊。Neo 2亦都可以連接手機上嘅 DJI App 進行控制，有各式各樣嘅智能拍攝功能。入邊亦都好多玩法，可以自由設定高度、距離等等。就以我依家喺海邊用緊嘅追蹤功能為例，連接 DJI 個 app 之後，我可以喺手機度自由調校航拍機飛嘅方向同埋高度。譬如依家我就叫佢由我嘅正前方畫半個圈飛到我後面。喺我後面之後，我可以再微調佢飛低啲，或者近啲都得。喺海邊沙灘度漫步，我又可以叫佢飛返去我嘅1點鐘方向，又或者飛返去我側邊影返個 Blackpool Tower 做背景。當然以上嘅動作你都可以唔使連手機，用 Iron Man 手勢嚟做啦。佢呢個右上右下嘅效果並唔係因為佢飄啊，只不過係我用手機試下佢嘅反應。成件事玩落去真係幾爽，感覺直頭好似有個專業攝影師一路跟住你拍。Neo 2仲有一鍵短片功能，我就唔逐一介紹啦，整幾段片俾大家睇下效果。至於玩返傳統航拍，就要裝返個圖傳同埋練返個控。我哋又嚟睇下畫質效果係點先。
用完個控飛 Leo 仔之後，真心講冇我想象中咁好玩。佢機身太細，喺高空好飄，風大少少都有啲擔心，驚佢會反艇。第二，佢粒電續航得10分鐘左右，有時揾完靚景得嚟，再剔3-4 shot 就低電量返航，真係未到喉就要返歸。就係咁，最後我都要飛返 Mini 2剔返啲有代表性嘅航拍 shot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片啦！至於 Leo 仔影日落嘅效果都好正，俾大家睇兩段片分享下。
最後，我覺得 Leo 2同 Mini 2係開唔同範數。Leo 仔主打影人，好玩在 AI 跟蹤功能，好似隻狗仔咁，你去到邊跟到邊，攤大手掌仲會自動回航降落。但受限於機身輕同電量少，如果當傳統航拍機玩，吸引力就真係好麻麻啦。反而拍遊記嗰陣時 ，Leo 專影人 ，Mini 專影景。兩部機互補不足，人景交錯咁用，拍出嚟嘅內容我相信會更加豐富同有層次。今集就係咁多，我哋下集再飛，拜拜。